最近嘅天氣真係又熱又悶，整個人都覺得火氣很大，身體重重嘅特別不舒服。每到呢個時候，我就知道身體裏嘅濕氣又在作怪啦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款特別適合在炎熱季節飲用嘅家常湯水——合掌瓜原味胡蘿蔔百合瘦肉湯。這款湯不能幫你清熱去濕消暑，最重要是它性質溫和，味道清甜，一家老小都非常適合飲用。只要跟住我今天嘅步驟，煲出嚟嘅湯底清澈不渾道，每一口都是食材最天然嘅清甜味道。其實煲這道湯材料在一般嘅街市都能輕鬆買到。我們需要準備2個合掌瓜，合掌瓜在很多地方也被叫做佛手瓜。現在這個季節街市上到處都有得賣，而且品質都非常好，外表綠油油的很新鮮。另外還要準備1條葫蘆、一磅玉米、大約300克嘅瘦肉，以及一些乾貨藥材，包括百合、紅蓮子、紅桃蜜頭和1片陳皮。在準備食材嘅時候，有一些平時容易被忽略嘅健康小常識，今天一定要和大家分享。首先是紅蓮子，很多人煲去濕湯只知道放一些利尿嘅材料，但其實中醫講求先健脾後去濕。如果你嘅脾胃不健康，消化功能不好，身體就像一個排水不暢嘅池塘，切再多嘅去濕補品，身體也根本無法吸收，全是白費。所以我們放一點紅蓮子，先幫身體健脾胃，也讓脾胃強壯溜，去濕嘅效果自然事半功倍。吉就是合掌瓜。很多人煲這個瓜喜歡把皮削得乾乾淨淨，但其實合掌瓜嘅皮本身就含有非常強嘅利尿去濕功效，所以我們今天不需要脆皮，只有用自來水把它徹底刷洗，乾淨切塊直接下籃就可以了。而且合掌瓜富含豐富嘅糖離子，而對於上了年紀嘅長者或者平時經常需要吃血壓藥嘅朋友來說，是非常重要嘅營養。因為長期吃血壓藥容易導致體內客離子流失，當人體缺鐵嘅時候，就會容易出現頭暈、心律不整嘅情況。這時候多喝一些富含下離子嘅合掌瓜湯，就能起到很好嘅溫和補充作用。另外，陳皮和百合也是這道湯嘅絕妙搭配。最近因為天氣忽冷忽熱，很多人感冒之後一直咳嗽不停，喉嚨卡閉，這時候放1片陳皮，能起到很好嘅止咳化痰作用，而百合則能清心潤肺，而對於驚咳和滋潤肺部都有很好嘅幫助，還能促進皮膚嘅新陳代謝。煲在湯裏，女生喝落還能起到美容和厚敷嘅效果。現在我們開始動手，首先把百合、紅蓮子、紅棗和蜜草放進碗裏，倒入清水，稍微浸泡1會兒，讓它們吸水變軟，等一下更好釋放味道。至於陳皮，我們單獨放1個碗浸泡，等浸軟之後，用小刀把陳皮內側那層白色嘅囊輕輕刮掉，因為那層白囊如果一起煲湯底，會容易帶有一點點苦蕎味。跟住處理胡蘿蔔和藥味，胡蘿蔔去皮之後切成薄片，野嚟切薄片也是有講究嘅，因為我們今天嘅肉湯只煲1個小時，切薄一點，胡蘿蔔更容易在短時間內煮軟，釋放甜味。為什麼只煲1個小時呢？因為很多長者或者痛風患者不適合喝煲得太久嘅肉湯。肉湯如果煲煮超過1個半到2個小時，裏面嘅嘌呤含量就會大大升高，痛風患者喝落容易引起舊疾復發。所以我們把煲湯時間控制在1個小時，胡蘿蔔切薄，咁樣既安全又能保證湯水嘅清甜。處理玉米時，我們把外面嘅大皮唔掉不休，但是裏面嘅玉米鬚一定要特意保留下一點點。因為玉米鬚在中醫裏也是一味很好的去濕利水藥材，千萬不要全部扔掉了。我們把玉米和玉米鬚清洗乾淨，然後把玉米切成幾段備用。合掌瓜，我們直接一開二，用刀劃去中間嘅硬核，然後同樣切成厚塊。接下來處理瘦肉，把瘦肉切成幾大塊。很多人貪方便會直接把生肉掉進湯煲裏，但咁樣做，耳汁裏嘅血水和雜質會在滾煮過程中變成黑色嘅浮沫，讓整鍋湯變得很溫和，味道也會打折扣。所以我們一定要先出水，準備1鍋冷水，把瘦肉放進去，開大火燒開。隨着水溫升高，你會看見水面浮起一大層白色嘅油灰泡沫，讓肉在滾水裏煮大約2分鐘就可以撈出來，拿到水龍頭下用溫水徹底沖洗乾淨，咁處理過即瘦肉，揚一下煲出嚟嘅湯底才會清澈清爽。
這時候我們把剛才浸泡後的百合紅桃、蜜桃和紅蓮子葉用滾水稍微燙一下出水，這也是為了去除藥材表面嘅灰塵和雜質。但是注意，浸軟嘅陳皮千萬不要拿去出水，因為陳皮一出水，係最珍貴嘅陳皮香氣就會全部流失在水裏啦。現在所有材料都準備好啦，準備一個大砂煲，倒入大約2公升嘅清水，開大火燒開。水滾之後，我們把剛才洗乾淨嘅瘦肉陳皮，還有出過水嘅藥材乾貨，通通放進去，即再把切好嘅胡蘿蔔片、玉米段以及帶皮的合掌瓜塊，以一起倒進煲裏。這時候你會看見滿滿一lap壁嘅食材，五顏六色嘅非常豐盛。等湯再次大火燒開之後，我們用勺子撇去表面可能殘留嘅最後一點點浮沫，然後轉中小火蓋上煲蓋，讓它慢慢煲，煮1個小時。煲湯嘅時候，記得一定要蓋緊蓋子，咁樣湯水才不會蒸發得太快，熱力也更能鎖在煲內，讓食材嘅精華鐵底融入水中。1個小時很快就過去啦。揭開煲蓋一陣，帶着淡淡陳皮香和月尾甜味嘅清香瞬間聞鼻而來。你會看見合掌瓜已經煲得完全變軟啦，胡蘿蔔和月尾也呈現出亮麗嘅色澤。我們在出拉啤前，只需要灑入極少許嘅鹽就可以啦。因為有合掌瓜、胡蘿蔔和玉米嘅加持，而家拉啤湯本身就自帶一種非常濃郁、清甜嘅回甘，甚至不放鹽都已經非常好喝。知道湯煲好之後，湯水清涼，裡面嘅瘦肉、玉米和合掌瓜，而可以攞出嚟當作一道菜嚟食，配上一碟醬油，清淡又美味，3餐4季，用最簡單嘅食材溫暖家人嘅胃。這道做法簡單，性質溫和的合掌瓜清熱去濕湯，大家學會了嗎？在這個炎熱潮濕的季節裏，不妨也為家人煲上一lap啤，溫和地調理身體。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，依前大家訂閱我們嘅頻道，點讚並在下方留言，分享你最喜歡嘅去濕湯水。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